貢土生土長嘅本地水上人。何謂水上人呢？水上人簡單啲嚟講呢，就係喺水上邊生活嘅人啦。咁佢哋嘅起居飲食啊、食瞓屙玩都係喺船上面嘅。咁喺香港裏邊呢，有兩大族群，大多數都係呢兩個族群噶啦。第一個呢，就係我哋疍家人，第二個呢，就係河佬人。咁佢哋大部分都係漁民啦。咁佢哋日常出入呢，都係要靠隻船咁樣去接載佢哋來來回回嘅。你睇我咁黑就知我喺個海度大啦。不過有啲人都估錯嘅，佢哋覺得我係混血兒，菲律賓混呢個香港嘅混血兒。不過我可能都係混血兒嚟嘅，因為我係糧船灣混呢個西貢市中心，算唔算混血兒咧？我就喺呢個海度大㗎啦。我13歲之前都係住喺船上邊，就係好似嗰邊嗰啲咁嘅街道啦。咁我身為一個西貢人，我哋都要盡下責任去帶下大家去西貢玩。介紹下西貢，由我哋西貢人講好西貢嘅故事。大家想入嚟西貢有人帶你去玩，咁你就記得留意我頻道，點讚收藏，方便你日後入嚟嘅時候揾到我。你有咩想知，有咩想玩，記得喺下邊留言。